嘿，你好啊，我怎么以前没有见到过你啊？哎，你是不是这次开学刚刚来的新生啊？啊，这样子啊，那个，哇，这么多东西吗？要不要我帮你拿？没事没事，给我吧。嗯，那个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啊，这样子啊，那要不要我们互相留个联系方式啊？我不是什么坏人啊，我是，嗯，我是这个学校上一届的学生，对，所以交个朋友嘛。好啦，那我给你出手机号啊，那这是我的，嗯，下次有什么事情的话，直接 message 发给我就可以啊。怎么说呢？只能说我跟你有缘分嘛。嗯，不算有缘分吗？老套，哎，你该不会以为我是来找你搭讪的吧？我可不缺女人的啊！我跟你讲，我这次只是正好路过看到你，然后想跟你打个招呼嘛，毕竟生面孔，你不要多想啊。靠，谁啊？这个时候给我发讯息？哦，没事没事，就是社团里的人呐、嗯，对啊，你都上大学了，怎么会没有社团啊？你想加什么社啊？啊，我是什么社的？我呢，我是，说出来有点不好意思。没事啊，我是有关于动漫那一方面的啊，就是二次元啊之类的。喂，你不要想着什么都是女装好不好？谁说二次元就一定是女装啊？真的是，呃，好啊，那过几天要是你有兴趣的话，我就带你过去看看。好，那就先这样啊，我先帮你把行李搬到宿舍那边去吧。走，没事没事。喂，这么晚还没睡啊？你明天有没有课啊？啊，新生啊，也不太熟悉。那要不要，就是如果说明天有空的话，就是怎么说啊？我们去吃饭、逛逛之类的。不去外面，不去外面。我是说我们在学校里面啊，就我带你熟悉一下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嗯，可以啊。那好啊。现在几点了？哎，跟你说啊，我可能等一下要去跟我的朋友一起打一会儿游戏，有没有兴趣一起啊？嗯，什么游戏啊？王者玩不玩？好啦好啦，那我先去打了啊，拜拜。哇，这什么鬼啊？来不了了？不会吧？啊？那要不我们晚上见面？可以吗？那就一言为定喽，食堂见面。
好啊，你好。啊，我今天等一会儿再吃饭，对，等人呢。你们要吃什么啊？哦，你们是真的有钱啊！啊，你们先去吧，先去吧。啊，哇，今天怎么碰到这么多人啊？你们怎么都过来了？哎，不是你们之前都吃外卖的吗？啊，这样子是吧？看你们有钞票的啊。啊，你们先去，你们先去。啊，怎么还不到啊？天呐，哎，你们去吃饭吧。啊，你来啊？没有啊，我也才刚到，差不多一两分钟，刚好。那个学妹啊，不介意我这样叫你吧？还是说你喜欢我叫你啊？那个太羞耻了吧？哪里有羞耻啊？就不是加了个小，再加上你的名字的一个字嘛，对不对？这么羞耻啊？好啦，那学妹，我们等下吃几号食堂啊？随我。哇，你就不怕等下学长带你去一个你全都是不爱吃的东西的餐厅吗？那要是这样子，可以买彩票了。哦，那就看看我运气到底有没有这么好啦。好吧，那我们就去1号食堂怎么样？嗯，中午才吃过。那2号食堂嘞？哦，听说老高档的很贵是吧？怕什么啊？我在这里还让你请客啊？吃人嘴软，拿人手短。喂，你觉得我是陌生人吗？是坏人吗？吃人什么的？我跟你说，咱们现在就是认识了，认识了就不用跟我客气了。我跟你说，我之前好多认识的兄弟啊，就跟我第一面、第二面认识的，我都不打算跟他继续深处交流了。他还说一手搭着我肩膀，一手带我去2号食堂了，然后还是我请客的，所以就不用跟我客气了。我知道我说有点语无伦次了嘛，这不是也有点害羞吗？对不对？哎，小妹啊，为什么你会来我们这个学校啊？啊，听说这里帅哥多啊。这倒是实话。那你现在有没有见到帅哥啊？啊，还没有吗？那我倒是觉得你见到好几个啊，尤其最帅的，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呢。现在还拿个手机在随便乱翻东西，怎么啊？怎么不能自大一点吗？我难道还不能在你的眼中有一个地位吗？好了，走，我们进去吃啊！哇，2号食堂现在怎么？对啊，我也好久没来了，主要是我舍友他们都不怎么吃这里的东西啊，我们都是点外卖的，对，所以我好久没来，突然发现又变高级了，也是有点震惊啊。不过想吃什么跟我说，你自己点吧。第一顿跟学长吃，想吃点特别的，怎么？怎么特别啊？让我帮你选啊？啊？你怎么感觉你这么依赖人呐、哎，不要紧不要紧的，学长啊，就喜欢你这样子。哎，我不是什么坏怪叔叔啊，不要乱想啊。那走吧，那边呢有一家咖啡厅呢，我们要不要去看一看啊？怎么了？咖啡厅里没有吃的？当然有了，你有没有去过 Starbucks 啊？那边不就是咖啡也有，星冰乐也有，还有那个什么吃的都有的吗？你放心啦，要是真的不够吃的话，学长
再带你去吃别的。反正这学校旁边还有很多很多别的店。你放心啊，不出校门的。出校门等一下回不来了，你又是第一天呢。不像我们这样子老江湖了，那肯定有点影响不好的哦。走啊走啊。哟，我今天怎么什么地方都能碰到你啊？刚才进来的时候我们打个招呼，现在你怎么也爱吃咖啡了？啊？哟，女朋友要吃啊？可以的。我身边，哦，我身边一学妹啊，怎么了？呸！你他妈别乱讲话啊！什么叫做？喂，快，你别坏我好事，知道没有？我哪里有啊？我本来就，这不挺好看的吗？你要跟我抢啊？你是不是打你啊？你还欠我多少钱啊？我跟你说，你还欠我500块嘞，我都算着的。钞票拿过来。没有没有，走开啊！没有跟我抢女人的，搞笑吧啦？去，买你咖啡去，烦死了。没什么没什么，刚才那个，那个人怎么了？那个人脑子有点问题了，所以过来跟我唠了2句，然后现在走了。不要回来了哦，真的是。你放心啊，那我们再去点东西吧。你要吃什么？我俩一起点进去。啊，拿铁吗？榛果味的。哇，你知道吗？我也喜欢喝榛果味的拿铁。真的啊，你不信我给你看，我每次点都有一杯榛果味的拿铁在这咖啡厅里面。虽然说上次点的时候已经是好久以前了，但是我之前还来食堂的时候，我还是点了呀。对啊，这里食堂说是食堂，但是店开着，大多数时候不关门的。如果你想喝的话，我下次直接打电话让他们送过来了。就是多花一点那个跑腿费而已啊，没有什么东西了。那就拿铁了啊。然后，哎，那个烤吐司怎么样？好，来了。哎，刚才好像有个男的找你啊，要你的微信啊？什么情况？我都没加呢。好啊，那现在加。那个，他除了要你微信还有什么？你有给他吗？没给吗？那还好。哇，你这名字可以啊。申请通过。哎，快点通过。好，那我给你改个备注啊。哎，不许看哦。看了就我会害羞的，以后会告诉你的。哎，那现在的话，学妹啊，你说，对哦，好像还不知道你专业是什么。学妹，你什么专业啊？这么巧的吗？我也是哎，我也是学这一方面的。那我们下次如果你有什么不会的，可以来找我。当然了。说这么多啊，你快把咖啡喝了吧。还有这个吐司。对，凉了的话，这个吐司就是变软塌塌的了，就不会有那种热的时候那种酥的感觉了，懂吗？OK OK。我现在我兄弟刚才给我发那个消息，我看一下。没什么。哎，跟你说啊，学校这里说真的，说坏不坏，说好不好啊。其实这里有些人心也挺足的啊。但是不过你可以放心啊，我
我会保护你的，你放心。学校我还是有点有，啊等一下，学校我还是有一点威慑力的啊。那我们先这样，先吃吧。哎，怎么样？吃饱了吗？那要不要我们去散散步啊？毕竟这学校蛮大的，我们要是不逛一逛的话，你以后反正要走遍的，倒不如把这第一次跟我一起啊。那走吧。怎么？啊，你是比较北方那边的，所以刚刚来我们这里感觉有点不习惯嘛。你说哪一方面啊？天气也是啊。现在这个天气的话，我建议你还是多穿点衣服。有时候真的下起雨来，温度就降下来了。哎，话说，你未来有没有什么想法？比如说未来工作啊、结婚啊、孩子啊之类的。我啊，我还没有什么想法。什么？那你也没有？嚯，你这是先让我说，然后你再照着我的样子说，是吗？啊，行吧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那边那个湖啊，那个小亭子里面经常有情侣的。不过这几天因为有时候下雨，有时候不下雨的，所以人比较少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其实我认为这学校也就这样吧，我走多了也就这样了。那当然了，那肯定比高中大很多啊。如果连高中都没有这个大的话，那还叫什么大学啊？对吧？哎呦，可不得了的，跟你说，我记得我刚刚来的时候真的迷路过的啊，只是现在走多了就没有什么问题了。对啊，学妹，我一直想问你个问题啊，你你跟你男朋友有没有散过步啊？没有男朋友吗？真假的？没有高兴啊？我怎么会高兴啊？你是单身狗吗？我当然同情你啊，虽然我也是。那走吧，我们继续逛一逛吧。要不要我们下个礼拜去看看电影之类的？我记得最近电影的话有很多好看的啊，虽然说是老片子了，但是它的浪漫程度不会变啊，对不对？要不要去啊？考虑一下。好啊。你别误会啊，我牵住你的手是因为这块地方很多人以前摔跤过的，我怕你等下滑倒了，然后衣服什么都弄脏了。第一天嘛，万一滑倒了多不吉祥啊。那就握住吧，紧紧握住，至少你就算你倒了，我也会倒下来，你可以倒在我身上。小妹啊，你打算今天几点回宿舍啊？只要关门以前嘛。那其实我们现在时间蛮充裕的啊。没什么啊。我脸有点发红，你怎么知道啊？这里
可没有什么灯啊。月光？你看见我没？喂，这这是我第一次有女孩子摸我脸，当然害羞了。好了，那我们要不要去去去校门外走一走？好啊，那就等你过2天我们再去吧。啊？你对我很有好感？真假的？好啊，那明天我们继续在这里见面啊。好，那一言为定啊。嗯。哎，我有些口渴啊，我们要不要去奶茶店那边喝杯奶茶？好啊，那我们走吧。亲爱的，这次音声怎么样？喜不喜欢啊？如果喜欢的话，不要忘记订阅我哦，还有点赞。对了，小九近期呢开启了频道会员，在 YouTube 里，如果你愿意加入的话，可以收听到专属的音声哦。